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的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从头来敬拜。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的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圣名，因你的名何其美，
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怜悯从不断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在线上聚集，同心合一，在爱里敬拜赞美你，献上我们赞美的祭。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些疫情肆虐的日子里，在这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要赞美；在各样的疑惑中，我们仍然要祷告。常常读经，让主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求主时刻与我们同行，求主赐我们有行在水面上的信心，将人生的道路指示我们，刚强壮胆的前进。因为只要相信，我们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们必得保守，我们出入必定蒙恩。因为我们是属主耶稣的，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主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连结在葡萄树的枝子，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孩子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正道，我们请陈牧师来正道。牧师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我属主耶稣”。线上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在场的同工平安。希望这个礼拜能够有好的消息，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大家2个多月3级的疫情警戒，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神或许使用病毒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更需要警醒，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主更亲密的连结。今天是总会的文字传道事工主日，那回归讲台，牧师就代表公报社台湾教会公报社向大家请安，也恳求大家来为这个事工来奉献。教会有很多这个音响的设备新的功能，那今天就来试一下这个无线的这个麦克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时日，不管是有降级还是未来的解封，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国家的疫情因为解封了，然后又变严重，因为有新的变种的病毒。也期待我们早日能够有实体的礼拜在教会里面相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成为栽种在西边的树，能够按时结果子，让我们枝叶繁盛，让我们常与主连结，成为神，成为耶稣的枝子，是给我们养分，是给我们属天的灵命，是给我们恩膏，是给我们恩惠，让我们与主连结，成为结果子的枝子。谢谢神，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约翰福音是10章14节，也跟我们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说：“我是属耶稣的羊。”有小朋友喜欢唱的诗歌，我属主耶稣，我是主耶稣的羊。愿神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用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概念来成为主耶稣属主耶稣的枝子。有一句诗歌这样说：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离了主耶稣什么都不能，因为枝子没有办法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所以羊跟葡萄，耶稣都用这样来比喻，我们是属耶稣。羊跟葡萄在圣经里面也是祝福的象征。彰化县有一个镇叫做西湖镇，镇里面有很多的羊肉炉的商家，整条道路好几十家的这个羊肉炉的店，那也盛产葡萄，
所以我们要进入镇上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欢迎来到杨浦小镇”，有杨跟葡萄的小镇。哇，这个应该有很多的恩赐的小镇哦。所以耶稣用杨、用葡萄来比喻信徒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今天的经文更提到了栽种葡萄树哦，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葡萄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葡萄树是耶稣，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葡萄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营养的水果。那其实葡萄这种植物，它是藤本的植物，也就是说，它像藤一样。如果你不特别去雕塑它的形状，放在那边，它就是像爬藤一样，像常春藤，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爬藤类的植物这样子的攀爬，是杂乱的，没有顺序的，要特别经过栽种的人来帮助它，用藤子或架子把它支撑起来，它才会变成一棵站直挺挺的树，叫做葡萄树。这样子的解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野生的葡萄就是乱爬，没有人去管它，它就是一丛一丛树这样子就是我们看的左边这个的 PPT， 然后右边照片就是有人种植特别有人经营的葡萄园的树葡萄园的葡萄树就长这样，没有经营的就是乱爬。那葡萄是一种很脆弱的植物，特别是它的果实，一定要特别的修剪，然后经营它才会结实累累。所以有人管理的葡萄园才会整齐，要费很多的心力。葡萄算是一种很费人力的一种栽种的植物，所以要种植葡萄树的主人，他是为了要便利，为了要收成，为了有更好的管理、更好的品质、更好的收成，所以他必须要用很多的设备、支棚棚子、架子来支撑葡萄这个爬藤，让它像树一样。这是主人他用心来经营，才有葡萄园这样子那么整齐清洁。那耶稣为什么要用葡萄树，而不选择其他的果实？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水果，耶稣就选了葡萄来做它是真葡萄树的比喻？所以在现在来讲，疫苗已经开放登记，18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登记。那很多选择，新闻就报道比较多的人要选这一支疫苗，比较少的人要选这一支疫苗。那偏偏比较少人选的这一支疫苗，接下来会有比较充分的数量。所以说，当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会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帮助的事情。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他看到城边的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咒诅了他。隔了2-3天，又回到原地，看见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已经枯萎，就咒诅他不结果子。甚至在路加福音，耶稣也用了一个比喻：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里面，空占土地，不结果子，枝叶繁盛，却没有让主人享受到应结的果子。耶稣用葡萄树来空占土地，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耶稣为什么要选葡萄，而放弃了不选择无花果？其实2种果树都是很好的树，无花果也是非常有营养的果子，对人体也是帮助很大。可是我们看葡萄这样子的果实，它的功效跟它的功用，跟人对它的利用，那价值更大了。因为葡萄不只是可以当葡萄果实，不仅可以当果实来食用，它还可以当酿酒、酿醋，以及来做榨油这样子的功用，所以它功效是非常的多。那栽种的主人是上帝，
耶稣是葡萄树，枝子是我们，用这样的关系来形容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枝子，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信徒，用这样来与大家来彼此的分享。天父上帝他其实就是我们园中的主人，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支架来支撑葡萄，让葡萄像树一样的形状。主人用这些棚子是多么用心，他为了要收成更多可以做不同用途的葡萄果实。所以15章1节，这个今天的主题经文有跟我们讲，我是真葡萄树，栽种的人是我的父。我的父是栽培这个园子的主人，是整个设计葡萄园的主人。所以栽种这个葡萄园需要费很多的心。这个葡萄园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生长的土地，或者是甚至可以放得更大，是整个地球。葡萄也是种植范围很广泛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讲，在葡萄园里面有葡萄树，这一棵葡萄树变成了直挺挺的，是因为主人特别的用心，象征的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章5节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得着荣耀，却因为得着荣耀了，却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人可以得自由，人可以在罪里面被释放，就是因为他的宝血让我们得洁净。所以主人为了葡萄树可以长得更好，他用这个设施创造出可以结果子、可以发芽、可以长枝叶，这样子可以成长的一个空间。如果它是乱爬的，它就是一丛树而已。对照这样子，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为什么混沌不堪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都还没有成型之前是混沌黑暗的，但是神来了，就把它有次序的分开，暗跟昼就分开了，黑夜跟白昼分开了，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分开了，就有程序有次序，然后各照其类，然后创造了植物动物，然后甚至呢让这个宇宙是运行的很有次序。如果是混沌不堪，那是罪；但是有次序呢，才是可以让人的生命更不一样。所以当这个葡萄被架起来的时候，是有很多可以生长的空间，树跟果实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生长空间。如果葡萄不去经营，它就是很乱中无序，甚至果实生在枝叶里面，甚至果实长在地上，很快就烂掉，遇到水就烂掉，甚至被昆虫、野兽吃掉。所以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是有层次的，是有次序的，是可以让人的生命可以得着更丰富。所以葡萄树是耶稣，为了世人可以得活，他在十字架上得荣耀。耶稣就是那个真的葡萄树。葡萄是世界上栽种范围很广泛，包括北半球、南半球都有种植葡萄，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水果，因为它的用途很广泛。世界大概有8000多种的葡萄的品种，8000多种，包含很多是野生种，但是人从野生种里面又把它改良，所以有了不同的用途，有的为了要做不同的用途，所以就改良这些葡萄。所以耶稣的生命就像葡萄树这么丰富，可以满足神，也满足人。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教派，就像不同的葡萄品种，有些是酸的，有些是甜的，有些酸酸甜甜的你现在因为有开放进口，我们也可以吃到南半球智利的葡萄，那是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那台湾也有种植葡萄，所以吃起来口感都不一样。那它都是葡萄。
这样的比喻，耶稣用葡萄树来做他自己的比喻，就可以看出这样不同的特性跟特点。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情，所有的葡萄，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种，都一定要跟耶稣有关联，有被上帝认证，才是真的葡萄树。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倡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唯独基督。所以唯独基督就是说，我们宗教改革之后，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有很好的连结。所有的信仰里面，一定要跟基督有连结，才是真正的教派。如果不与基督连结，不与圣经连结，整个信仰就走偏了，那就变成了异端。所以唯独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真真实实的葡萄树。整片的园子里面，唯一有认证的标志，就是从死到复活，是与人类得救的耶稣。要跟这个耶稣连结，才是真实的。我们是属耶稣的，但是我们要得着生命。葡萄园的主人是管理整个葡萄树，要有认证，就是有耶稣基督。那每一颗组织上面的枝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15章5节的上部分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有跟我们讲，有跟我们清楚的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我们是属耶稣的枝子。树枝的养分来自于树干，所以有耶稣生命的供给，我们才可以成为属于耶稣生命的基督徒。所以没有耶稣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行出耶稣的生命。信徒，我们是要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没有枝没有叶的植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棵树，它要有叶有枝，甚至旺盛的叶、旺盛的枝，它的生命力才会旺盛，生命才会强壮，进一步才会有开花，才有结果。所以枝跟叶很重要，枝跟叶也是这棵葡萄树它健不健康、强不强壮的一个感觉。所以葡萄树的花最后变成果子，它葡萄结果子不是一颗两颗，是整串的，就如照片上所看的，是一整串的，是丰盛、是丰富的。所以我们不与耶稣连结，我们就像不连接在树身上面的枝叶。如果这种枝叶被农夫找到，一定是把它剪掉，因为它站在那里不得养分，它在树上只是占据了这个空间。所以枝子要跟树枝连结，才有生命力，不然就被农夫取下来当成烧火的木材。耶稣供给信徒的生命，所以我们没有连结在树干的枝叶，就如同失去耶稣的生命。没有跟神连结，没有跟耶稣连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从耶稣来的水分跟养分，甚至生命是枯干的。15章6节，耶稣也跟我们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有耶稣基督的营养来输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属耶稣的枝子，结出属耶稣的果子。耶稣连结众教会。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来看一棵葡萄树，也可以看成是一间教会，也可以一串葡萄也可以给它看成一个教会。那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的枝子。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葡萄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植物，所以耶稣也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像多结果子的枝子一样。他用他的身体来比喻葡萄树，那他也用他的身体来比喻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教会已经是承接圣殿，成为信徒敬拜的地方。教会的功能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宗教单位，它更应该是要有一个生命力。所以有基督生命的教会，才有那个生机，才有那个活命，才有那个生命力。所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教会，才能够活出基督。教会更大的功用，是我们连结于耶稣的生命共同体。这样的生命共同体要一起成长，一起开花，一起结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是属于耶稣的肢体。那教会就像许多属耶稣的肢体一样，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那台北中会有100多间的教会，我们就有100多个肢体啊，这样连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末世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结果子。结果子简单来说，就是来成就耶稣所交托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把福音传到地的尽头，让遍各地都有福音。所以有句话叫做遍传福音，把福音传遍整个我们所居住的泸州区。这是我们的使命。15章2节有跟我们讲，凡属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让枝子结更多的果子。所以第2节已经很清楚交代这个原主的用途是什么，就是要多结果子。那耶稣的生命力就是要让这些枝子旺盛，然后枝子结果子出来。所以不结果子的就要被主人给剪掉，给删除。然后能结果子的，让它清理干净，让它结更多的果子。3节也跟我们讲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当我们听的道理而得洁净，是因为从耶稣的教导当中，从耶稣的他所的教的真理里面，我们已经得到干净，罪得赦免的意思。所以信徒领受耶稣的教训，我们是要成为蒙恩得救的人。所以耶稣的葡萄树的比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赦免了人的罪。教会是信耶稣的人聚集的地方，那教会是用耶稣所赐下的圣灵，耶稣赐下的生命感动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有耶稣的爱，彼此建造成为圣洁的器皿。罪人得洁净，不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乃是借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才能够清洁。所以耶稣也交代我们，你们听了这个道已经洁净了，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的心已经从罪的当中被神给赦免。约翰一书1章9节也跟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内在的生命是要脱去旧的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属耶稣的生命里面，要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用主的道来建造灵命，让我们在主的道里面来长大，来成长。听从耶稣的话，来让我们的内心有清洁的功效，叫属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完全，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器皿。这才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功能，才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所要活出的，就是耶稣的生命。我属耶稣，那耶稣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结出这个果子。结果子不是枝子，不是一天吸收了养分，然后它就结果子了，它是要一段时间的。要结出葡萄果子，也要有一段时间。所以树枝不是一次吸收了养分，然后它就结出果子，而是要不断的从树干得到水分、养分，然后整株葡萄树才可以生存。所以信徒要结出果子，不是只靠一次短暂的连结，而是要常常与主连结，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读圣经不是只有一次你就完全能够明白了解，读圣经是要每天读、每日读，这才是连结与主耶稣的枝子，才是连结与真理真道的枝子，才能够结出耶稣丰盛的果实的生命的枝子，才能够得到那永不渴的水跟永不饿的生命的粮食，这很重要。所以结果子的秘诀是我们要在耶稣里面。4节已经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若不藏在主里面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在耶稣的里面。枝子就是要常常连在葡萄树上，枝子是没有办法自己结果子，枝子要透过树干的营养、养分、水分的供给，才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在耶稣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有吸收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耶稣给我们的比喻，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结出荣耀神的果子。疫情当下很多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应用。我就看了一部电影，这个也是数年前的电影，很想看，但是没有时间看。最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就看了《变形金刚》这一出电影的 Transformers。他是这个导演很厉害。这导演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在这个主里面一样那这个变形金刚就是说，当人看到变形金刚的时候，他就说了说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人是用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了人，但是这些机器人是用什么形象造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我是有尊贵、有灵命、有思想的形象，是高于其他的受造物。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用了2次说，我们要常常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常常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所结出的果子，才能够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结果子，我们是要荣耀耶稣，荣耀上帝，荣耀神。所以在个人方面，我们要靠神的生活才能够结果子。教会也一样，要得到耶稣的生命，这个教会才有生机、有生命、有活力，才能够被耶稣充满，这样的枝子才能够结出属耶稣的果实。愿我们泸州教会用基督的生命去传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让人感受到我们是那一个小小的基督。15章7到8节已经跟我们讲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去结果子，来让这个原主得荣耀。我记得在台湾常常会举办这个比赛，彰化那边也常常举办这个种葡萄比赛。你家种的葡萄是最甜的，那就得奖。一样很多的水果也是这样。这个我记得屏东以前是莲雾，哇，这个你们这个园子种的最好，得奖，然后就颁奖，所以就这个农夫就会很荣耀，我种出来的水果得奖，品质最优，而且产量也丰盛。教会就是要让耶稣得荣耀，让神得荣耀。我们必须要跟神连结，跟主连结，得到他生命的供给，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有亲密彼此的交通，跟神跟人彼此的连结，特别借着祷告读经，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属耶稣的人能够遵守主的道，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得神荣耀的肢体，让我们在
聚会代祷，能够见证耶稣，成为多结果子的树枝，来荣耀神。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已经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属耶稣的枝子。一棵葡萄树不可能结出一颗葡萄，一颗葡萄也没有什么用途，只能够吃而已。甚至吃了一颗葡萄，你也不可能会满足。你要吃了10颗、5颗，哇，你才会觉得说啊，这个葡萄树的果实真甜。所以，当一堆葡萄的果实，那作用就大了，因为它可以榨果汁，它可以酿酒，它可以酿醋，它可以榨油。所以耶稣要我们多结果子，不是结一颗，因为一颗的功效太低了，要结很多，才有更大的功用。葡萄必须要种植、施肥、浇水，栽种，才会成长茁壮。让我们成为耶稣的枝子，让我们成为多结果实的枝子，才能让这棵葡萄树的所结的葡萄有更好的作用，不只是在果子里面而已，而且它在果子的后面，它可以创造更多帮助人功效的产品。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多结果子，来帮助我们的泸州地区。愿神也赐福大家，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实体礼拜的时候，能够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更要记得我们是属耶稣的枝子，我们的使命是要去传福音，多结果子。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常在你里面，你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主连结，主你的生命就供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可以结耶稣生命的枝子，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属耶稣的枝子，也是属耶稣的肢体，帮助我们的教会来奉耶稣的名来传福音，奉耶稣的教导，让我们将福音来遍传整个泸州地区。神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主炼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常常与主连结，成为得着丰盛的枝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活出爱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
们现在要来奉献，鼓励线上的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奉献袋，将我们的感动放在袋子里面，等到解封或者是降级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外出路过教会，在干事上班的时间，来交给办公室，让耶稣的爱，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然后我们也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可以用 ATM 转账，或者是用线上的奉献，在国泰世华泸州分行055506000792，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用这样来做奉献的转账。愿神赐福大家，让我们的教会，让神的国度，让神的库房有粮可用，而没有任何的缺乏。愿神也因为我们的奉献，能够帮助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2次。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接下来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的消息：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号礼拜一。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并为重进礼拜及保守会友的健康，主日礼拜团契聚会、周间聚会都做以下的调整。第一个是主日礼拜目前照样是举行，台语礼拜是在9点，华语礼拜10点半，并采取网络直播，鼓励大家在家里收看那个视讯直播，同心来敬拜。请上脸书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的网页来收看。第二个敬拜赞美还有圣歌队献诗都暂停。团契的聚会还有周间的聚会也都是暂停的。第三，有关奉献，在家收看直播同步礼拜的会友，可以利用周间将奉献交到办公室，托干事来办理。防疫期间，干事7点才下班。第四，这是我们国泰世华泸州分行的账号是055506000792。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的账号。使用账号奉献的兄姐，请务必在当周礼拜5中午12点以前要回报你的姓名、电话、还有转账日期，以及银行账号跟金额，还有奉献的项目。如果未能够在周五的中午12点前回报资料的，该笔奉献会以组织名入账在感恩奉献，而无法记录到你个人的奉献证明的累计。转账奉献呢，仅开放于防疫的期间来使用。第二，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公报社主要的事工，有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眼光读经、少年新眼光，还有甜蜜亲子报，以及信仰书籍出版，还有基督教书房。前5项事工是免费索取，福音文字宣教事工，请兄姐来代祷，支持奉献。第三，本会圣歌队指挥刘安琪老师，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8月1号起于高雄的小学任教，愿主施恩带领安琪老师的前程。感谢安琪老师多年来的辛劳与付出，愿主纪念祝福。第四，韩国3一长老教会来函，因全球 COVID-19 疫情严峻，今年暑假的短宣仍旧以线上祷告会直播的方式来进行。于8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于台湾32间的伙伴关系教会，
也就是我们泸州教会同步来进行。相关连结的方式将公布在教会事工群组以及各团契和事工的群组，请兄姐注意这个消息，也一起来在线上来祷告，互相来交通哦。第五，特别的奉献，教会影音设备更换已经完成了，邀请弟兄姐妹大家踊跃的来认捐奉献。第六是新眼光读经第3季的读本，经历主恩扭转人生，已经放在我们教会楼下的招待桌，欢迎兄姐有时间可以过来索取，作为个人每日在家读经灵修来使用。接下来会计的报告呢，我们就请我们兄姐自己来过目。肢体相通，请弟兄姐妹为肺炎的疫情来祷告，求上帝治疗患者，保守医护及防疫人员，也加速疫苗的取得及施打，赐下平安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的这个经济以及世界人口种种的冲击，愿主赐怜悯，开活路。也请大家加油，多多保重，大家一起来战胜疫情，相信我们一定做得到的。就像以赛亚书57章19节所讲的，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项代祷是为欧洲100年的水灾的灾情来代祷，求上帝帮助德国、卢森堡还有荷兰相关的救灾。第三，也为了全球暖化、气候异常、加剧水资源的危机，愿上帝赐福台湾，带领我们保护台湾的自然环境与生态不再受污染。大家共同来响应节水的活动，以约束我们的成员，大家一起来遵守。再来还有我们的肢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肢体上的需要，有冠旗的父亲、玉锦姐妹，还有父先执事、慧珠姐、淑婷姐妹、锦霞姐妹，还有秋月姐的丈夫，还有柯月香姐妹，还有雅展执事的母亲、淑珍长老的母亲，还有我们陈国成牧师的母亲，以及彩凤姐的儿子。希望我们大家的可以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有他们的健康，线上代祷。祝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再来是中会总会以及教界的消息，新冠肺炎的疫情，有那个慰问金的申请办法已经有出来，这是确诊者、罹难者每人慰问金是3000元，中低收入户确诊者或罹难每人的慰问金是5000元，资格限制是仅限于会友或者是他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就是配偶、父母跟子女，那由各教会向台北中会教会与社会部来提出这一个申请。以上是教会消息的报告。牧师要补充。上周因为欧洲西部的水患，现在还有1000多人失踪，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献上我们的代祷。那也特别为奥运的开幕以及奥运的比赛，让可以顺利完成。那也看到很多选手因为染疫退出比赛，那也祝福我们台湾派去的选手都能够为国争光。在这一次的东京的奥运，以及本来是要在去年来完成，但是已经拖到今年，特别今年又受到变种疫情的影响。但东京主办单位一直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也求神眷顾这一次国际这个重大的赛事那就是2件事情，大概就奥林匹克跟欧洲的疫情。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变种病毒在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马来西亚以及印度都有这个扩散。疫情的扩散造成很多人的染疫，
也求神帮助这个全世界的防疫能够度过这一波变种病毒的威胁。那我们就要为这几件事情来代祷。那三一教会有来函，在8月6号要视讯视讯的礼拜，那我们也可以要预备。这一次我们有请传道组的同工来协助。那这个礼拜就等候，或许下个礼拜会有调整疫情的级别降级，或者是更大的微解封。那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微解封，有些场所已经有可以开放，游乐场所跟一些场所，那我们也遵照中央流行疫情的管制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控管来遵守。好，那我们也可以这样一直度过，因为我们现在昨天看到人数降到个位数，大家都很高兴。我想就离那个光明处不远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再坚持，希望不要再爆出特别的什么群聚感染，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延。愿神帮助我们大家。接下来，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吟祝福诗，把爱传出去。唱完诗，我们请陈牧师来祝祷。来领受神的恩典跟赐福。主，愿你与我们常同在，让我们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属主耶稣的人，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你国度的子民。愿我们也能够在世上成为那丰盛的枝子，结出属耶稣生命的果实。祝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线上也能够蒙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刻，圣灵也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默祷闭会。
啊？哦，没关系的。说背圣经哦。